大家好，我是艾森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魔芋粉丝汤。首先看看我的材料，当然少不了这个魔芋粉丝，然后1碗汤，牛肉丸和自己制作的叉烧，蔬菜菜心。首先把汤倒入锅中。开个大火，水烧开之后，先加入牛肉丸，然后是魔芋粉丝。这里有160克，是2个人吃的分量。加入1小茶匙的盐因为汤本身已经有味道了，也不需要加太多。加入2汤匙的叉烧酱。还有叉烧，最后就是菜心。这魔芋粉丝大概要煮3分钟以上。现在加入一些葱，炸葱，然后就可以开动了。这魔芋粉丝吃起来比一般的粉丝更加的 Q 弹，也更加的滑。大家也可以试试这样的煮法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请给个关注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